44章，他又帶我回到聖殿東門外門，那門關閉了。耶和華說：這門必須關閉，不可開啟外，誰也不可進其中，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神已由其中進入，必須關閉。至於王，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內，在耶和華的面前吃餅，他必須由這門來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他又帶我由北門來到殿前，我觀看見耶和華的榮光充滿耶和華的殿，我就俯伏在地。耶和華對我說：人子啊，我對你所說耶和華的殿一切量度的一切典章法則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聽，卻要留心殿宇和聖地一切出入之處。你要對那叛逆的以色列家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以色列家，你們一切可憎的事當夠了。你們把我的食物，就是脂油和血獻祭的時候，將身心未受過的外邦人領進來我的聖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又違背了我的約，在你們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一層，這一層，你們沒有看守我的聖物，卻派別人在聖地替你們看守我所吩咐你們的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以色列中的外邦人，就是身心未受割禮，誰都不能可進我的聖地。當以色列人走迷的時候，有利未人遠離我，就是走迷離開我，隨從他們的偶像，他們必擔當自己罪孽，他們必在聖地當奴僕，照管殿門，在殿中供職，必為民宰殺的祭牲和平安祭，必站在民前侍候他們。因為這些利未人真在偶像面前侍候這民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絆腳石，所以我向他們起誓，他們必擔當自己罪孽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他們不可親近我給我供祭司職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聖物。至於聖物，他們卻要擔當自己羞辱和所可憎的事之報應。然而我要使他們看守殿宇，辦理其中的一切事，卻做其內一切當做之工。以色列人走迷的時候，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卻看守聖所，他們必親近我，侍奉我，而侍立在我面前，將脂油與血獻給我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，就近我的桌前，侍奉我所吩咐的。他們進我內院門，必穿細麻衣，在內院的殿內供職的時候，不可穿羊毛衣服。他們的頭上戴細麻布的履巾，腰間穿麻布褲子，不可穿身體出汗的衣服。他們到外院的民那裏，脱下供職的衣服，放在聖屋內，穿上別的衣服，免得因聖民的衣服使民成聖。不可剃頭，不可育髮長，只可剪髮。祭
司進院內，不可喝酒，不可娶寡婦或被休婦人為妻，只可娶以色列的後裔中的處女或是祭司遺留的寡婦。他們要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分別，又使他們分別潔淨和不潔淨的。有訴訟之事，他們當立判斷，按我的典章判斷，在我一切的節期必守我的律法條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為聖日。他們不可挨近死屍，玷污自己，只可為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、兄弟、未嫁的姐妹玷污自己。祭司潔淨之後，必再計算7天。他進內院、進聖所，在聖所中侍奉日子，要為自己獻上贖罪祭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祭司必有產業，我就是他們的產業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給他們基業，是他們的基業。素祭、贖愆祭、贖罪，他們都可吃。以色列一切永祭的祭物都要歸他們。首先初熟之物，就一切所獻的供物，都要歸給祭司。你們要做初熟的麥子磨成粉給祭司，這樣福氣必臨到你們的家。無論是鳥是獸，凡是死或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。